是这样子变的，因为他转过去寻找外邦人呢，哪一个人讲到要说就有这个就有要说的那个限制。今天的那个教导比较短，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，我就夫妇在大叫，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要说主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要说主见证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哪个人说出来要说，就是他的限制，就是一定要说做的嘛。因为因为这个灵异的这个灵异的这个语言中的灵异，现在在我这里，哪个人讲到要说必须讲到亚亚法，那限制的灵一定在他那里。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要看别的证明呢。那目前一定要定出哪一个限制，一定要定出以色列的限制。出来以为以色列的限制就不是，那要说的大是埃利亚是限制。那个以前的埃利亚在那个亚法那个王亚法那里也是限制，也是同样的人呢，目前也是同样的人呢。天父亚法的话怎么说了？那个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要说主见证，那限制的灵就在他那里。那所有的人都跟随要说就不再犯罪呀。那天父亚法赐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，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最后的那个限制。因为你们已经听清楚了，埃利亚是一位先知，因为按照要说的话就很清楚了。按照天父亚法的话，他不喜欢救人呢。那埃利要说也说了，他不喜欢救人呢。那埃利亚也是一跟随他就不再犯罪，用荣耀归给他们俩。因为他是真正的限制，我们要强调话，这个限制呢，一定要定中他说定了，不要再犯罪。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，这个就是那个最喜欢的东西，按照天父亚法的原意。他说主没有要说我也不等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就是要说的宣告一个伟大的那个限制，然后最后的限制，然后埃利亚代表他，除了埃利亚就没有。因为在这里讲到要说，那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限制，他是有什么样的那个质量啊。我们还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，也是跟那个同样的人说，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，后来又说在店里遇见他，
这个是真正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色列的海洛海就是他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。后来耶和华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这个以色列的就好的，以色列就跟他那个天父一模一样啊，就跟那个天父亚法的那个话合适了。按照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，他们两个人的话，真的非常合适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，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，耳朵并非发真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眼面不听你们，那就人多就大不听你们多，然后他们跟他有矛盾啊，大恨那个罪人多，那就好的那个先知怎么说了？从此不要再犯罪呀，按照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们多，没有什么权柄坏，那个攻击这个就好的那个先知，你们应该要转过来寻找他。他的话就是谁的话？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然后他说出来，从此不要再犯罪呀，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天父亚法的目的，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很救人呢，然后他说定了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，不然不行啊。如果要听从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先知都是错了，你那里的是错了，就你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，那你的地址就错了。那拯救你的目的，那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要因为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你还是救人的话，就打不定你的祷告。那我们要听从那个就好的那个先知。我举个例子，那个男人可不可以娶个好几个老婆，许多老婆？按照那个基础的那个真理，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喜欢哪些人做那个阴间的，那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那个先知。任何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，自己决定了，但是因为先知然后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杀过了他们呢，就这样，我祝你们好，为了要说保佑你们呢，然后你信仰的话，你信奉的话，你就要寻找艾利亚，因为亚罗的律政要救你，要救赎你。艾利亚找好这个办法，为了拯救你，因为时间到了，为了拯救你，因为将灭绝这个地球。你们先看一下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那个战争，没有国家会击败会那个打败那个俄罗斯。如果你需要危险的东西，你就继续做吧。所以有的国家都不会跟他打战，不管所有的国家都加起来，他是一种国家专司。按照那个按照以赛亚的那个话，这个天父亚法的那个话不会有变了，世界都一定要听从他的话。他们以色列人哪里要跟那个俄罗斯打战，这个就是一种疯狂的。你们应该感谢有人教训你真理，先过来跟随真正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。现在
就是那个在耶和书啊，它有它的那个好处啊，它真的非常好。一定到种子不要再犯罪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好的东西？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，他不喜欢救人。你们先看一下以色列的那个历史，他把他们拆掉了，然后其他国家都随便找别的树，他们那个找了别的东西。埃利亚又来了，为了让人多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。你相信的话，你信任的话，你信仰的话，你先帮我，你先帮助我。如果说你真非常爱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不要把停掉你的旅程，为了到这里来，先让你自己走在真理上，你解脱了从那个最终的这个应该是有福的那个东西。你应该高兴呢，更多人呢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，因为魔鬼拆掉了时间到了，为了你转过来寻找真理，一定就紧张了。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谁啊？已经就占据过了。人多是救人呢，已经就占据过了。那个最好的那个先知是谁呀？包括摩西啊，摩西也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。那我喊过来，我让你们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就要寻找埃利亚。你讲主心里才可以，为了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，为了你可以跟那个最好的先知一起走啊。那很清楚了，按照那个上文则记住，就是你一定记住，就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啊，然后要听从那个最好的先知，按照他的命令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不然不行啊。按照这个最好的那个先知的话，这个天父亚法是完全。那你一到了耶和书啊里面的话，即你要完全，我们要念一下这个上文字，人会不会成为完全？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，按照以色列的书，这个就是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书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就跟他一模一样嘛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按照那个耶和华的那个话，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，你一定要完全才可以。除了我以为没有人说过这个。这个是真理，一跟随他就成为完全，这是好像埃利亚嘛。不讲做坏事，不讲动坏事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们。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和跟随那个最好的先知叫耶和华，就成为完全人呢。这个真呢就是真正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应该要寻找这个，按照他的话，就一定要完全才可以。如果说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，然后要跟随他的那个最好的先知，你一跟随他们就不好再犯罪，因为他不喜欢罪恶。那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你们欢迎来到耶和华和天父亚法这里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你们都先转过来寻找最好的那个先知。那个所有的道路通过他，
然后按照他的话，一定要听从亚胡说的，一定要听从亚胡说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印乃是为亚说做见证，在艾利亚后面就讲没有了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到这里来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真爱你，因为记住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都是从那个以色列人的树给你证明呢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个那本书啊，那我喊过来你们，然后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先知，然后跟随那个最好的先知，因为大是最好的先知，在大后面就没有了。大是以色列的先知，那你怎么说你也是先知？我已经给你念过了。让那个要说的话打收到了那个天父亚法的那个命令呢？怎么说了嘛？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要说做见证。怎么说呢？那个后面的那个先知不能走，如果在他前面没有先知说过的，我来就是用这个吧。因为有人说了，这个上帝真的没有生孩子了。你们随便找，你们的书那里，这个就是在你们那个别的书那里，写上了这个。如果说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书的话，就这个上帝生孩子了，这个有存在。我们来念一下圣文字，按照那个诗篇，因为他说你们是你是我的孩子，按照那个诗篇，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生孩子，出来一位他的数就没有啊，因为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什么就是那个诗篇第2章第7节，祷告者说，我要转圣旨。亚法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亚法生孩子了，按照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书，那你不可拒绝这个，因为你住在你的地方那里。如果你住在那个犹太的那个地方，这里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，就打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帝生孩子了，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。但是就是根据他的那个道，给要说生了。如果来说要说的话，就是他生了，就是他，那这个就是他的儿子。我们要看一下诗篇第82章第6节，也是诗篇第82章第6节。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神有没有生孩子了？对，有生的，因为有至高者的儿子。然后他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那你们都不可拒绝这个，因为这个在那个犹太人书上，对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这个。我再说一遍，大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。那先知怎么说了就他这个有说
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这道带主与神同在，他一说的话说出来的话，那个就是要说，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，那大的办法就是那个岛上生孩子，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带主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分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那按照犹太人的书，就是最后的限制，他怎么说了？他就是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按照那个犹太人的Sefer Torah，就是他们的书，我们看过了。这个章句，他说了，这个上帝说了，我生孩子了，我再说一遍，他不是好像女人那个3个孩子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那这个道带主与神同在，因为但是亚伯拉罕说出来的话，那个话那个道就是他的儿子，这个就是要说他变成肉啊，然后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下一次再讲只给你们证据，因为先知自己说定了，他收到了那个命令，从大天父亚法那里下来，按照那个诗篇书按照那个诗篇那个上帝生孩子了。如果你拒绝这个，你就到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有个矛盾，那一定要跟哪一种那个书，一定要跟那个以色列人的书，那只有一个不可随便看那个别的书，因为这个是真理。这个上帝生孩子了，然后那个最后的上帝叫亚胡书他的命令多次给他，他被生了，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，他一说话的话就他生过了他的儿子。这是好像他创造，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你们应该听明白了，很清楚了。要说是最好的那个限制，按照这个上帝的话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带主与神同在。按照以色列的限制，就是那个最好的限制，你同意的话，按照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确定的，就是诗篇说了，我生了你，今日我生你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他说定了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他和他的那个父亲真一样，一跟随他的话就不会再犯罪，从最终被释放了。我们从那个犹太的书看了，知道那个要说然后我已经给你们证据，他是最后的以色列，然后我调整你们的思想那里，上帝真的生孩子了，但是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。他说了，按照那个诗篇呢，今日我生你，你应该不跟他一样这个不对你不可跟他一样因为他是创造者。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犹太人信仰了都
从那个最终被释放了。如果你要看真理，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，然后你愿意跟随他，你要听从犹太人的书就叫谢菲多拉，在谢菲多拉生这个上帝生孩子，那个别的书就说了矛盾啊。对这个以色列的书有反对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祝你们好，我的有说保佑你们呢。你信仰的话，你一定要寻找以利亚，你一定要讲消息系列，你可以跟我联系你可以跟我电话联系。不管是英国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，不管是哪国人，你们都可以给我打个电话。我已经信仰了，我求你给我消息里，你先过来在这里的话就2006年了，你们那里随时都可以。艾利亚就出国，如果有人寻找我，你说实话，寻找真正亚伯拉罕的上帝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有所保佑你们，我们先一块儿祷告。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为了你的话，因为这是你的爱，这是真正的拯救。以利亚叫寻国里面为了转过来寻找你，我告诉他们过你的真理，你是真正的上帝，除了你以为都是假的，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你真为亚法，你不喜欢救人呢，然后你赐给你的话，通过你最好的那个限制叫我说不要再犯罪，按照最好的那个限制。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，你先做好你的话，为了他们那个听众和观众那里受到了你的好处。我求你为了拯救他们不知道的人那里，先救一下世界。除了因为我们那个马特家人呢，他们愿意那个被释放了，你先去拯救他们呢，因为时间到了，为拯救世界，先给他们接受下你的帮庇，你先那个找来一下你的权柄呢，用荣耀归给你天父耶和华。我求你为了帮艾利亚，天父耶和华奉你的名字，我发过去这些话，就是接着要我说，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见，再见。